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这天气的状况。今仔日全台湾同款嘛是出日头的好天气，日时的气温来到30度。也毋过，这个北海岸甲东半部地区，阴暗开始会小可来改变，会来落雨。另外，菲律宾东边海面的低压的分系，上紧这个礼拜六都会形成热带性的低气压，嘛无排除会形成风台。那真正有形成这个4月风台，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嘛无介悬。手举起来，春轮一个，连加休煞，民众拢会行出来运动。不管是出来做体操，还是出门上班上课，今仔日天气真好，无互大家闹开。西半部的山区，中午过后这段时间可能也有零星的一些午后阵雨的发生。今天的晚上到明天，有一股微弱的东北季风影响台湾。拜三台湾东西半部的天气都无同，西半部多云到好天，会当来到30度的高温。东台湾是落雨天，尤其北部含东半部会有局部阵雨，愈晚雨地就愈大。另外，特别注意的是菲律宾东边海面上的低压分系，上近8、6礼拜可能将做热带性低气压。或者是风台，预计可能比较快的话，在礼拜5之后慢慢开始有热带系统成型。以这个季节来说呢，直接影响到台湾的几率都是偏低的。他们会不会有一些水汽间接影响到台湾附近的话，这个都要再过几天之后我们再持续观察。若敢会影响，大家观察。若拜四天气会慢慢变冷，拜5到后礼拜1，淡薄规方变细，天气会个变小热。到时阵会是好天，不过这几天早暗温差大，可能会增差10度。大家出门上好搁加套一领袖仔，若感觉真热就莫穿，若感觉真冷就紧该穿起来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